又开红彩球，台南市教师专业成长基地伫金华高小启用。教育局长陈新辉甲学校师生、校友代表共同见证这栋正宗馆的新使命。过去他的使命啊，包含过去荣誉校友一些前辈来打造了这个正宗馆。但是当然，我们刚有讲到产权的问题，所以在这个中间包含周生敏校长、包含天旺校长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，终于把过去的校友再找回来。找回来了以后，我们赶快再重新开董监事会议，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一个产权把它移转回来学校。这当来，这曾经作为图书馆、艺术教室等等，有济师生的成长基地。即马透过世界研究院300万的补助改造，或者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基地，提供学生更优质的学习空间。那我们把它取名叫秋风木学。我讲秋风树啊，其实就是茄冬树，因为我们的正宗馆旁边刚好有一棵有100年的这个茄冬树。今天的启用呢，也代表我们对于所有的专业的这个教师，尤其是特教的老师，我们能够透过持续性的专业成长让老师的能量提升了之后，对我们特教，尤其是各类的特教孩子，能够提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。教育局强调，将致力地发展特教老师为专业培训加资源共享，透过跨领域的学习课程、专业演习加交流。持续精进特殊教育技能，替台南的教育发展开创新的里程碑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